伊斯坦堡超高級嘅切拉安皇宮海賓斯酒店有着絕佳嘅景觀位置，面臨博斯普魯斯海峽，風光如畫。酒店內有一家餐廳，名字為 Tuga Restaurant， 坐擁無敵海景，氣派非凡，好有鄂圖曼帝國色彩。印象最深嘅係陶罐 Kebab， 廚師將羊肉、蘑菇、番茄、洋蔥同埋蒜頭放進陶罐內，然後將罐封密，用慢火將食物熬熟咗。侍應喺席前為我哋把罐頂打破，將熱騰騰嘅食物倒進碟中。羊肉原汁原味，香濃得帶點臊味，有機會一定要再試。到伯奇皇宮，佔地廣闊，房間多如迷宮，裡面收藏住鄂圖曼帝國幾百年巔峰時期嘅精髓，以及喺世界各地掠奪得來嘅寶物。而新皇宮杜馬伯爵皇宮卻是建於國力開始沒落之際，給鄂圖曼帝國背負着沉重嘅財政壓力。於1856年建成後，不到70年，鄂圖曼帝國就土崩瓦解。皇宮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西岸嘅歐洲部分，嗰個615公尺長嘅壯麗巴洛克式大理石建築群，高大而廣闊，氣勢宏偉，彰顯住鄂圖曼帝國嘅輝煌年代。入皇宮參觀一定要參加導賞團，兼且不能拍照。
藍色清真寺始建於1609年，原名蘇丹艾哈邁德清真寺。17世紀初，由伊斯蘭世界著名古典建築師錫蘭嘅得意門生穆罕默德阿加設計建造嘅。清真寺內嘅牆壁全部用藍白兩色嘅伊茲尼克瓷磚裝飾而得名。藍色清真寺屬於阿拉伯風格嘅圓頂建築，周圍有6個傳音塔，象徵住伊斯蘭教6大信仰。藍色清真寺係世界10大奇景之一，亦係伊斯坦堡最重要嘅標誌性建築。傳說建造藍色清真寺冇使用過一口釘子，而且經歷過數次地震都未曾倒塌。有着260多個小窗戶，2萬多塊藍色瓷磚，地毯同埋阿拉伯書法藝術係藍色清真寺嘅代表作。